忙碌嘅生活又休息唔夠，令到眼紋同埋虎紋加深，眼袋變大，皮膚又鬆弛，鏡頭前嘅瑕疵真係越嚟越難遮啊！好在最近發現呢一個由大量國際名人推薦嘅以色列 Andy Mac 女王電波，係專為忙碌又需要改善皮膚問題嘅你打造最佳嘅治療方案。膠原會隨住年齡流失，令到皮膚老化，成個人睇落去都好似塌晒落嚟啦。而 Andy Mac 就可以透過專利 3D 射頻技術加熱肌膚深層，高效咁樣收緊同埋重組膠原。女王電波嘅靈魂之窗可以改善眼袋、黑眼圈、眼部鬆弛、浮腫、眼紋同埋淚溝。面部治療頭就可以改善鬆弛、皺紋、包包面、上下巴、彈性差同埋水腫嘅問題。治療完全冇復原時間，佢仲有黃金微針射頻，做完之後毛孔會即刻收細，連皺紋都淡埋，感覺亂粒粒，真係舒服到可以瞓得着啊！治療之後 feel 到成個人即刻緊緻咗，蘋果肌亦都飽滿咗，虎紋淡咗，連雙下巴同埋眼袋都收細埋啊！而家唔使 filter 都可以即刻擁有立體 sharp 醒靚輪廓啦！唔想靠化妝同 filter 去遮掩皮膚問題，即刻嚟 Skin U， 而家仲有新客試做優惠 ，Andy Mac 女王電波肌底重塑療程啦！